好的，好的，放心，房间留好了啊。19号等你们过来，放心，放心。我叫康毅，来自成都，也是2019年到这边来旅游嘛。然后第一次到古城来，就特别喜欢古城这种氛围，还有这种文化气场，各种综合因素吧吸引到我。所以想留下来，在古城做一家民宿。好吃的地方，是的，昨天那个葡萄园特别喜欢，怎么样？感觉我们家非常棒，非常棒，感谢感谢感谢。也让喜欢古城的人，跟我一样喜欢古城的人都有个家。走，快点，东西粘到一起了，这都可以啊。可以。因为我刚来的时候，就这条街左邻右坊都全部过来看我呢，就他们都很喜欢我，一来二往，大家都是朋友了。快变特别好吃，所以不一样，很。他们很热情好客，就把我当自己人，来的人都会给我送礼物啊，端一盘自己家门口种的桑子呀，然后端盘水果啊，自己做的抓饭啊，就非常好嘛，非常好，就像一家人一样的，就这种感觉就很吸引我们。如果说是因为情怀在这边留下的话，那么现在的古城，我们要把它做成一种事业，那我们就希望古城的话，今后发展肯定事态会越来越好。我叫康毅。